Hello，同大仙有緣嘅網友，你哋好！大仙靈籤堂嘅目標係弘揚大仙嘅靈驗，有求必應，警惡除奸。有事要問係免費嘅，絕不收費。想人生順境，事事亨通，就要敬拜大仙啦。咁呢個章節叫做頓悟啊，頓悟即係叮啊！睇下領唔領悟到？咁咧就講翻一兩個事嘅，咁因為有啲嘢咧令到我有些少嘅困擾啊。咁我頭先咧咁搞掂啲，咁咩廚餘大作戰翻到嚟，咁我心諗我話係用手機問都準㗎喎，咁於是用手機咧就，咦唔係喎，啱，我翻嚟咧就用籤筒先，係籤筒先嘅，個籤筒咧就抽咗支籤，就係6號籤。咁我就未去睇字嘅，咁跟住我心諗，我話籤就抽咗啦，因為我未睇，又未唔知係咩籤嚟㗎，未去望啊。咁我因為覺得呢件事都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咧又再用呢個手機用手機我都話手機都準㗎喎，咁我就問手機嘅電子靈籤。咁咧黃大仙嗰個電子靈籤咧就俾咗83，係中平籤。咁分別睇下呢兩支籤啦。咁即係用籤筒求嘅咧就係06係上吉籤嚟喎，原來好靚嘅籤嚟嘅喎，就係王羲之歸故里。咁而用手機問嘅線上靈籤咧就係83中平赤松子招引。咁咧就研究睇下啲籤啦，因為我想睇下到底支籤有冇答我即係我想求大仙指示嘅嘢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就去睇下支籤係咩環境啦，係嘛？點知咧呢兩支籤咧都講到咧行善做功德嘅事，就係我想問下大仙求佢俾個指示我啦咁我覺得哇好神奇啊！雖然兩支籤個名赤松子招引同呢個王羲之歸故里好似都唔係話真係一睇就係答我嘢喎，唔似啊！咁但係裏邊睇到咧嘅細節啦原來佢又真係答我嘢嘅喎，所以我就唔得，即刻要出呢個片講下先。咁佢當中啦其中啦啲籤文裏邊咯喎。呢度講到啦，佢話靈籤暗示少說話，多做公益事，啱喎。講到暗示少說話，多做公益事，又係我想大仙俾我指示嘅嘢嚟喎，係我求大仙俾我指示喎。跟住另外一支籤啦，咁又係講到咯喎，係話要咧多行善積福，多助人。多作公益，即係兩支籤嘅籤文裏邊都提到係行善啦、積福啦、做功德啦、多作公益啦、多助人啦，都係我即係而家最期望做到嘅嘢嚟嘅噃。我成日話我自己係黃大仙得力助手啦，即係我希望藉住黃大仙幫助我扶持我又去幫助翻人我希望係咁啦。咁好啦，睇下點我要問呢件事情咧咁我覺得呢個 AI 概覽講得都幾咩嘢，咁同大家分享下啦。佢話對人好卻不被領情，可能是因為付出的方式或者內容唔符合對方嘅要求唔符合佢嘅需求，或者係過度討好而失去咗真誠。呢個時候應該反思付出係咪對對方真正需要嘅？即係你嘅付出係咪對方真係需要呢？可能佢唔係想要喎，你夾硬逼佢要啫喎，可能係咁同時避免為咗討好而犧牲自己嘅原則，並且學習辨別邊啲人值得你付出真心，要果斷遠離不懂感恩的人。講起話不懂感恩的人，就要講下啦已經應該最起碼好似20定21年嘅啦，我翻入嚟上水嘅啦。咁話有個咪話賣居屋嘅，
後尾黃大仙簽指示用468嘅，468萬嘅，後尾原來佢賣同租都得啊嘛，咁啊後尾租出啊嘛，好快就租出啦，淨係1-2日之間嘅事咋，一用咗468就原本係賣唔出㗎，原本係又冇人買又冇人乜嘢，即係冇人睺㗎，一用咗大仙指示嘅468，哇2日之間就話揾到個好客啦。咁後尾我同佢講，我話我要出片㗎，咁佢先講咧，佢話千咁樣提我名啊，因為咧我係咧信教㗎，我哋屋企人咧都信教㗎。哇！我咪同佢講咯，我一早問佢，我話你唔係信教嘅，我話我就可以求即係叫黃大仙指示幫你啦。咁佢冇出聲，咁啊即係冇信教啦，係咪先？因為你如果本身你自己信教嘅，你就要堅定啦。我信教㗎，唔需要啦咁啊嘛。佢唔出聲，咁你唔出聲，我咪當你係即係冇問題㗎啦，係咪？咁我就同佢問咗用468啦，真係豈有此理！佢最衰啦，佢即係呃人啊！原來自己係教徒，佢唔出聲已經係咩啦？佢最衰就係講咗嗰堆説話，佢話我唔係信黃大仙，我係信你。哇！一聽叫我更加嬲。我都要敬拜黃大仙，我都要叩頭俾黃大仙，我都要去感恩黃大仙幫我。你竟然話你唔係信黃大仙，你係信我，黐線咩？我係一個普通凡人嚟咋，我係黃大仙得力助手咋，我唔係神仙嚟㗎，你信我做乜鬼啊？所以我話我咁樣啊，我話以後我都唔會再幫你啦，總之即刻block鬼咗佢啦，直block咗佢啦，以後都唔好再見啦，即係你老老實實咁講清楚啊嘛，係咪先？你過後竟然仲要講話，我唔係信黃大仙，我真係信你，感激你幫我咁多，係咪黐線啦？即係黐得太交關啦！好，講翻呢個啦咁咧呢度講啦，檢視咧付出嘅方向，去釐清對方真正需要嘅係乜嘢。你以為嘅好，唔一定係對方嘅需求。試着理解對方真正需要的是什麼，而不是一味地付出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區分付出與討好。如果付出帶有強烈期待回報的動機，就可能被視為討好或交換，而非真誠的給予。真誠的付出應該是發自內心，不求回報，即使對方不領情，也能釋懷。即係好彩我就從來冇諗住俾人回報啫。就算佢要報，我就話你有能力咁你捐獻黃大仙啦嚇。唉，唔使咩我係嘛？唉，咁咧調整心態同界線。佢話別將善良當成軟弱。好彩我個人一向都唔係軟弱嘅啫。嗰條頸硬過乜啊？過度的善良成為了取悅他人而壓抑自己，容易讓人把你視為傻子或工具人，並可能被利用或輕視。有人方唔輕視咧，為咗我，隨時得罪上司，連份工都冇埋。哇！原來我咁強殺傷力㗎，即係唔夠膽再麻煩佢啦。所以呢啲，直情，都費事來往啦嚇。費事捉隻老鼠入米缸啊！好彩我冇米缸嘅。學會設定界線。當你為了迎合對方而勉強自己，就可能失去自我啦。勇敢表達自己嘅想法同埋感受，不因害怕影響關係而勉強接受。好彩我從來都唔怕影響關係嘅啫。我亦都唔會勉強接受嘅。除咗打工真係冇得講唔接受啦。鬼叫要揾份糧咩去做開支咩睇下先，呢度咧就咩？那麼你可能需要重新估斷呢份關係咁啦。咦？佢呢度上邊係咩咧？勉強接受，辨別值得付出的對象那麼你可能需要重新評估呢段關係嘅價值尋求能夠互相理解同支持的關係。找到那些願意看到你的需求、尊重你的想法，並在你需要的時給予支持的人。呢啲人好難揾啫，係嘛？我唔希望揾到我只希望我有能力去幫到人啫。
有能力去幫人好過要人幫啫。好啦，先做好自己，與其過分在意別人的看法和回報，不如先問心無愧地做好自己。係啦，努力做好我個角色啊，就係黃大仙嘅得力助手。